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月初2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昨天中营航勤有上百个员工临时以发休假唔出勤，造成至少79班航班慢飞。虽然有添卡手，不过负责桃园机场7成工作量的华航子公司桃园航勤的员工，拒绝来斗3工，而且讲因旧历的过年也要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强调讲，而且中营集团的高层赶紧沟通。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必要时阵市府会斗协商。头前案件仔确认停利的数量，确实是一家伙仔伫年假的上尾一天，准备要飞回去新加坡。虽然已经知影元旦中央航勤的员工依发休困袂出勤，要是提早去柜台报到，不过班机要是受到影响慢分，后来送机的亲人心情是感觉真无奈。我们的行李，我怕我们到时候赶不上，因为他飞机到现在都没有行程了。我一向都搭长荣，我现在对长荣就有一点打折扣。昨天的是 delay 3个小时，所以有点害怕。虽然初二中央航勤的员工请假的人数敢若剩30多个，不过人力调度也是真严。员工因为不满伫疫情的期间，货运量直头增加，负责处理的差不多拢是航勤的员工，结果年尾奖金煞敢若1个月。比因集团内底的其他公司是减真济。公司的态度其实蛮硬的，或者说像他们有派那个航勤的董事长陈友玉董事长有亲自去搬行李，但是员工其实想看的并不是董事长很忙，而是说真的拿出东西来。但公司看起来现在都没有进一步方案。中央航勤的工作量占桃园机场公司差不多3成，桃园航勤差不多占7成。即嘛除了中央航勤化集体休困，桃园航勤拒绝支援卡手，嘛按算伫新正罢工。估计一天可能会影响150至180个机抓。每年的奖金一直以来都是要抗争才有，跟乞丐一样，我们任劳任怨的在做工，你们上面都不知道我们的辛苦。我们并不是说叫做趁这个时候在勒索资方，只是因为时间真的太久了。中央航勤的风波造成航班是规乱草草。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请中央集团爱好好照顾员工。或者争议甲纷扰会当量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勤员工因为未爽年尾奖金干那1个月，临时集体休假，致使航班大乱。即马是连中央航勤董事长、佮总经理等等的高层，拢走到前线搬行李。专家就讲，2019年的时，中央的空服人员就已经罢工过，中央却是无定出应对的 SOP， 即届的状况也同款处理无好势。桃园员工临时请假影响继续扩大，初二透早中营航勤董事长陈秀瑶、郭秋龙徛伫第一线斗3工搬行李。您都自己下来帮忙，解决问题了。搬到挂楼地的陈秀瑶讲，只是来斗3工，对员工诉求的3个月年终奖金无权正面回应。年终奖金的部分呢，有没有计划说再多一点？我们努力了。中央会努力争取，是毋是互员工满意？还不但劳资双方调解，互外界无理解是中央航空早伫2019年就经过空服员罢工事件，啊，不过即摆伫处理过程所亲切问题，除了无老实甲全客讲延后时间，就讲报告伫班机慢分，也无马上采取应用措施，只提供避菌水互旅客，就连补偿方案也拢无。专家表示，中营的处理危机无合格，必须要从以往的经验去制定一个这个风险管理的标准作业程序，如果能够采用这个预告的机制，让消费者必须有一些因应的一些做法，这样他对消费者的权益呢也会有基本的保障。如果从他个别的子公司的不赚钱，然后让他们也比较不好过哈，我觉得在长荣集团必须要站出来哈，做一些这个协助哈，来照顾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员工的资产。乒乓协会呼吁休假抗议爱赶紧协商结束，才袂影响航班甲旅客权益。中营航空若无会记这驾驶未来伫全球航空公司排名，恐惊继续落车。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疫情，今仔日咱是增加16524例本土病例，死亡是26例，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8岁囡仔。另外，中国疫情压起来，说是要开放因的国民出国。咱对今年开始，也对中国直飞台湾的4个航班，这个入境的旅客拢爱做喙内 PCR。新一头一日阳性率就27.8%，这等于是每4个人就1个人是阳性。
新冠疫情无放假持续反复，初二拜一新增加16524例本土病例，中当前有33例，死亡有26例，其中年纪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8岁查甫囡仔，伊12月25破病，隔天确诊并发脑炎，虽然转去监护病房治疗，也是不幸过身。累计去年到冬，儿童当前死亡有40例。另外，中国来台湾的旅客元旦开始爱接受喙瘾 PCR 采验，新制实施头一天，同机场拢总验524个人，其中146个人是阳性，阳性率是27.8%，等于每4个人就1个人是阳性。跟意大利那边的，他们就说是有一半嘛，应该是说差不多啦，大概就是30%左右。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为清零走向开放，佮宣布1月7日开始边境大解封，引起国际正注意。因为中国无国公布感染大院甲死亡病例数字，也开放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互各国赶紧戒备。陆续宣布提高对中国入境的防疫做法，亲像美国、加拿大、日本这国家，拢要求中国旅客必须要提出新冠肺炎阴性证明，北韩伫进前宣布暂停中国观光客入境。零数据，等于是一个零知领域的状态之下，那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就只好提高最高度的一个检测，就是大家都做 PCR。虽然说现在变株是 BF.7，但是会不会里面又藏着其他新的变异株出来？这个就是各国现在积极要监测的项目。面对国内进入第3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顶礼拜整体病例数相关较济，而且农历春节这礼拜也是隔1礼拜的疫情会达到最高峰，恐惊单日破4万例，所以也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注次世代疫苗，通降低感染，也甲感染了后并发重症也是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疫情正严重，死亡人数也大增加。废话场无够用，竟然有人用2000块人民票化关价，要代替人插队来抢废话的名额。上海甚至爱直接伫室外烧遗体。另外，元旦的年假也是中国解封了后头一个长假，各地也拢出现观光的人阵。伫宾馆外口排队是排到落长，这民众是为着要领逐工限量火化的号码牌。中国官方公布死亡的人数，甲实际上明显有争差。毋但出现替人排队的黄牛，民众业甚至还佫出现无心的中人，乌白共绑架，用较贵1500块至2000块人民票不等的费用，替人插队抢名额。这人嘛，互警方逮捕。嘛有上海民众因为排队排无，无法度搁等，甚至直接伫空地啊烧遗体。毋但火葬场无够使用，有民众翕到连金刀翁都欠火，直接用地底叫民众来认领。虽然即马中国疫情是真严重，不过拜6礼拜是解封了后的头一个元旦假期，北京、上海甲武汉等几个城市，下年尾出现真侪人阵。伫河南有少年人想要放烟火，不过煞甲警方起卡动手。1月7日元旦，北京有不少民众出门佚佗，虽然烦恼会去画着，不过因也是想要去过节。他是大概有快2-3周都没有出门了，然后正好赶上元旦。这种解封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也不用再去扫这个健康码，也不用再验一些健康宝什么的这个行程码，所以说自由了。今嘛中国甲香港拢大幅度取消防疫措施。而且嘛准备要恢复边界离通关。香港政府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当局当地拍拼争取，上早会当伫1月7日落实头一个阶段通关。通关的初期，往回人数会有配额限制，旅客拢爱做核酸检测，确保是阴性才会当通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年假的最后一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是拢是个冷。不过明仔载开始，除了北部甲东北部有低渐雨。中南部会变转来一份好天。也那交通的方面，国道5号透早9点就出现上巴车阵，宜兰到头城这段是塞甲真严重。不过即马是已经有较恢复正常啊。元旦年假最后一天，不少人准备回去。中岛过后，苏合公路上北车条开始出现。环境局也伫中立站实施分流管制，疏导交通。预计今天的车流会有3万多辆请各位用路人尽量在晚上18时或是20时以后再行上路
啊，毋过为宜兰上北的国道车流搁较济，为早起9点开始行行停停。宜兰到头城路段出现挤迫，上加时速只有4公里，出山磅空也有塞车，加做一个大型停车场。高公局有估可能要到暗时8点才会疏解。过后的话，大概就是9点开始就会有车多，然后那雪隧里面可能就会有车速低于50的情形，这个状况大概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7、8点左右。在天气方面，收假日受东北季风加南方云系影响，水气增加，全台拢湿湿凉凉。暗过8日开始，南方云系离开，大雨转好。除了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雨，中南部地区是好天侪云。礼拜3到礼拜5，这个南方云系的影响就已经没有了，剩下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像是在桃园北跟宜花东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迎风降雨的一个可能。但是从3、4、5这几天来说，西半中南部的这个天气来说，明显是比较转好的。气象局表示，就话过1号冷空气入南，暗过强度爱过观察，提醒民众都爱穿好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跨年暝，伫屏东小琉球一间餐厅，有民众伫餐厅边仔放烟火，结果竟然把这个烟火射入来餐厅，造成有一个人客受伤。伫跨年暝餐厅室外座位区，一道人客欢喜食饭，无偌久竟然有烟火射入去用餐区。坐伫离烟火上近的一位女人客，直接互冰到，正脚二级烧烫伤送病院。经了解，系民众跨年燃放鞭炮、经查未申请误伤女游客，被害人已至本所提出过失伤害。讲好痛，好饿。代志发生伫屏东小琉球一间餐厅，出当时附近民宿的人客伫餐厅边仔放烟火，一开始有烟火营业加到用餐区，甲因国抗也唔听，落尾就发生烟火碰到人的事故。消防人员初期一头早来勘查的时，现场阁留真侪放烟火留落来粪扫。我囡仔要到40个、38个啊。哦，应该是家庭的啊。啊，敢包包栋。那餐厅内头，民宿业者来整理的时也感觉罕过，因为室内外拢是粪扫，真侪设备阁算长去，草坪也互烧甲草灰搭，水池内底阁有椅仔甲烧了的烟火粪扫。之前遇过的状况是里面很乱而已啊，还没有这么离谱啊，没有说东西都坏掉啊，或是那个什么东西都丢到泳池。为着一时的欢喜，黑白放烟火佮破坏物件，这阵游客恐惊面对受伤的女人客甲民宿的提告佮有讨赔偿。警方也提醒讲，民众放烟火得要注意数量佮安全，较免造成家己或者是别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这个沙包车的业者争议是真多，有人无清白就违法咧驶，破坏生态。年假时，佮有沙包车的业者驶入去军事的基地违法营业。当地居民连续几个日，拢互这改装的车发出的声音干扰。警方和军方表示，会讨论安怎罚一寡业者。一台搁一台沙包车伫草坡仔走，数量至少10台以上，真大声的嘤嘤声，一台煞一台，无人行也是休困的车都黑白停。民众原来即天看业者带真侪游客直接驶入去国军，伫屏东恒春的3军联训基地配车。根据了解，联训基地内有军民两用的道路，毋过限制通行尔。四周围完后徛广告，禁止业者直接营业，毋过有业者可肯袂听。车子要都是改装的，本来就是很困扰我们这边的居民啊。现在还有沙滩车在载客人，你这个车子都没有办法行驶在道路上面哦。我刚刚有跟噪音互居民无法度安静，警方到现场发现全部是无车牌的沙包车，因为行驶地点是伫个军用地，毋是一般道路，无管辖权的警方敢会当可肯引走。警方在现场当相关业者资料并收证，事后函转相关主管机关，针对该业者是否违规营业以及是否违法进行裁处。军方回应会向警局立案，讨论后续处理。不过，沙包车最近争议不断，除了走入军用地甲噪音，也有违规走入国家公园破坏环境这问题。警方初步表示，初五要甲地检署、控管处这机关讨论相关执法，也甲处理方式，也呼吁业者唔通违规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墨西哥北部挖近美国边界一间港仔，伫礼拜透早互人攻击。一阵歹徒装备武器，塞黑门 Jeep 车
冲入去监狱内底，和警察爆发枪战，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阁有24名囚犯趁混乱的时逃出监狱。这个家家暴力事件发生了后，真侪犯人家属拢赶来关心，真侪提请军警也就伫现场。律师高检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日透早7点左右，向手塞防弹武装车到这个伫美国边界，多次华丽式夹夹了后，就开枪对甲警展开攻击，引起夹夹暴动。混乱当中造成10名甲警加4名犯人死亡，13人受伤，也有24个犯人逃走。Pues ya está uno acostumbrado, no crea, porque ya han hecho varias veces estas cosas, pero pues a como les disparaba a la gente, sí me asusté porque les daba quemarropa. Y a todos los carros o lo que se moviera, él le daba. 犯人家属指出，凶手穿乌衫比警方武装更较强，为现场留落来枪支甲枪来看，歹徒明显有准备。表示个军警伫案发了后5点钟总算才按局面，不过目前也无清楚歹徒的身份，检方伫深入调查。这家遭受攻击几分钟进前，附近街路北爆发警匪相撞，有4名歹徒被抓，一部卡车被扣留。另外，迄一天伫花莲市另外一个市区也发生一件武装攻击，有2个赛车凶手互警方断死。这两案件是毋是甲劫案的代志有关系？爱去调查。绿色岛定定家家暴动，去年8月同一间家家就发生一对帮派冲突，造成11人死亡。花莲市当地梅毒乌帮更较唱讲，过去15年来，已经将近1万人都安尼死亡。公视新闻张惠敏报道。来看越南有一个囡仔去捡歹铁啊，去叫掉伫阿门头港内底，目前出动超过100个救援人员去救。不过因为阿门头港敢若25公分宽，搁伫35米深的地底，已经救2日啊，人也是救袂出来。这摆团队搁请求支援，也暗算讲安怎用大只机械甲人救出来。真侪救援人员伫咧工地想要用大型机具破坏阿门头港，边仔看的民众是真着急，因为阿门头港内面有一个查甫囡仔掉伫咧内面。救援行动已经进行到第2天暗。顶礼拜六，越南的动塔省有4个查甫囡仔坐飞机，一个还阁伫咧时间的桥的附近捡歹铁啊。其中一个身材较细汉的查甫囡仔，无顺利爬入去阿门头港内面。虽然其他囡仔是走去找大人，不过这个港的跨度只敢若25公分，深有到35公尺，所以真歹救。因为阿门头港内面真花，救援人员无法度用塑胶甲囡仔绑掉的拖鞋，想要破坏阿门头港的外壁，用起重机甲阿门头港救出来。不过摩擦力伤大，就要会当负担150吨强劲力的机具，才有法度甲这个阿门头港抽出来。但是越南当地无适合的机具，所以就算已经做了10几公尺深，也是无使掉。这个查甫囡仔厝内环境无好，爸母拢伫咧做工。伊老爸听到消息了，随赶到现场，一开始还阁听到囡仔伫咧讲来喊救人，不过10几分钟了就无听到声音。伊老母听到消息了，是规人昏去。救援人员一直换氧气筒，互这个查甫囡仔会当维持喘气。至今嘛，这个查甫囡仔情形真稳定。救援人员已经出动超过100人，派3台卡土机加1台起重机，也向附近的地区请求支援，调1台软土机来，希望争取时间赶紧把囡仔救出来。公视新闻牛言编辑。伫跨年暝，罗西亚也无停止侵入乌克兰。新年一到，又搁用飞弹、搁无人机大规模攻击乌克兰。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乌克兰就炸着45只。罗西亚国防部也承认讲，对乌克兰发动几60架空袭，就是要攻击因制造甲保养无人机的相关设备。一栋病院内底，警队壁破真侪空，满地碎玻璃甲红牙面层的碎片。伫下年暝正伫新年的几6点钟内底，俄罗斯继续用大量的飞弹甲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甲其他城市。今日是乌克兰哪早拍落来无人机都有45只，互民众无法度放轻松迎接新年。Власно, очі бачили, як працювали ППО, були вибухи, були розриви. Ну, ми вже чули, також знаємо звук ракети. Проліт це ми дуже гарно знаємо. Ми знаємо звук дронів.
Дякую нашим повітряним силам, льотчикам, зенітникам, 33 шахеди на їхньому рахунку. Дякую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ій обороні наших сухопутних військ за ще 12 збитих іранських дронів. 國軍第31就捌大規模攻擊烏克蘭各地，造成至少1個人死亡，甲包括日本記者至少20個人受傷。基輔當局表示，國軍一直用無人機攻擊基礎設施。而俄羅斯國防部嘛，第7日星期已經在過去24點鐘內底對烏克蘭全國發射31架飛彈甲12架空襲，針對製造甲保管無人機的相關設施做攻擊。Также поражены стоянки хранения и места запуска ударных беспилотных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Цель удара достигнута. Пла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совершению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так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рваны. 對此，澤連斯基認為，普丁大力毀掉家己國家的未來，認為俄軍真驚嚇，因為因面臨失敗，無人機、飛彈甲其他物件會當幫助俄軍。在烏克蘭真團結的同時陣，俄軍心內是真驚嚇。國際新聞台是朋友。亞洲這也是未平靜。北韓連續2日試射600毫米塊超大型地攻火箭炮，佮講這款新的武器會使在核武器通射到南韓的任何所在。金正恩佮講，南韓就是敵人，所以要加倍核武器的數量，而且同一日北韓軍方的頭人朴正天伊的官位也互擄掉。以大場的暗會甲煙火歌舞表演迎接新年，金正恩甲民眾同樂唱歌跳舞，看起來真好評，軍事動作並無停歇。第12月31日發射3粒長程彈道飛彈，擊到東海目標了後，北韓第7日透早又閣發射短程彈道飛彈到日本海。北韓官媒朝中社報道，這2天的導彈攏是為北韓軍工產業部門精選予勞動黨的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發射的，目前已經交付30套予北韓軍方使用。北韓領袖金正恩31日出席精贈儀式，表示這套武器會當克服地形機動性懸，射程包含規個南韓地區，也閣會當搭載戰術核武，會成為軍方主力。伊迄天佇勞動黨大會閉幕的時陣表示，南韓已經變做是敵人啊！目前的狀況凸顯大規模生產戰術核武的重要性甲必要性，要求增加核彈持有量，讓國家的核武庫指數級成長。尾仔就帶家己的查某囝金祖愛做伙視察彈道導彈武器庫。對這代志，南韓國防部提出警告，北韓若做想要動用核武，會造成金正恩的政權終結。 박정춘 동지를 해임하고 리용길 동지를 당중앙위원회 비서로 선거했습니다. 去年底攏總6天的勞動黨大會，一個決議一系列的人事變動，其中上受注意的就是北韓人民軍1號人物，當時也是金正恩長期親信的朴正天，予人免職，由國防相李英傑接任。公司新聞施會長編譯。 進前過身的前任天主教教宗本篤16歲，伊目前遺體囥佇梵蒂岡一間教堂。按照伊在生時陣的願望，1月初5要辦的喪禮，會以簡單但是莊嚴來做完結。台灣會由有天主教聖基督身份的前副總統陳建仁來代表咱出席。 2月7日禮拜二到了是2023年第一天，也都是天主教的天主節報節。梵蒂岡甲全球的天主教會攏舉行元旦彌撒，佮紀念這重要節日。不過今年新年彌撒因為2013年生前退位的前教宗本篤16歲進前過身，只互梵蒂岡佇一片的假期當中。 E oggi affidiamo alla Madre Santissima l'amato Papa Emerito Benedetto XVI perché lo accompagni nel suo passaggio da questo mondo a Dio。 這個巴伐利亞人口只有數千人的小鎮馬克特爾，也就是本篤16歲故鄉。當地小教堂也甲全球的天主教會同款舉行新年元旦加彌撒，都是為本篤16歲表達哀悼。主持彌撒神父用本篤16歲生前講道的訓示，勉勵信徒堅持家己信仰，唔通受世俗迷惑。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Geschichtsforschung, besonders die Exegese der Heiligen Schriften, unwiderlegliche Einsichten vorzuweisen hätten, die dem katholischen Glauben entgegenstünden.
本土杂特西不止从数百年来罕见的生前退位案例，将近8年高中进来，评价也是有好有歹。亲戚甚至人员性侵的受害者甲家属，因为本土杂特西只顾探互教会无落实公平证据。另外，本土杂特西坚守教会信仰的立场，也号召清市自由派团体互一个上帝罗维纳敬恳的称呼。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来看国内消息，去年是扣税加扣4500亿。总统蔡英文表示，只有在财政有法度的范围之内，才会来讨论和全民做伙分享的方案，也就是无啥可能发现金。学者表示，这税金加扣已经不是第一届啊，政府应该检讨这个扣税制度。昨日财政部公布，去年1月份至11月份全国税收是3兆797亿，估计2022年全年税收会超过预算差不多4500亿。最近真侪讨论甲税幸福人民的声音。总统蔡英文伫咧发表元旦演说的时阵讲，伫咧财政许可的范围之内，才会来研究全民共享可行的方案。这样是不对的啊！现在老百姓过得那么苦，需要一些来拯救啊！钱要花在刀口上，然后也要跟我们讲说他们花在哪里。总统讲无要发现金，不过今年加扣税金的部分会补起路健保的债务，还有电钱补贴产生的亏损以外，剩的1800亿按算用伫补助弱势。针对这点，有党内立委认为讲，要是爱发现金，互民众会当过好年。有针对性的发现金，针对性的纾困，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照顾弱势发现金，针对弱势及疫情确诊被隔离的劳工，建议行政团队补发1万元。学者表示，会加扣税金，主要是因为行政官员伫咧估计税的时阵伤过保守，还有税制伤旧造成的，而且加扣税金已经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今天总统已经是第7年执政，那这7年里面其实有6年税收是超增的。事实上，去年就已经就是有4300多亿的超增数字。那今年这个超增数字，现在估4500，我的估算是至少5000亿起跳。你如果只看到总预算有超增的税收，就认为要退税的话，那真的就是见树不见林。学者强调讲，那是因为税制伤过旧，地主人民都要加纳税，政府就应该要减税，来减少民众爱纳的税金。若是无考虑发现金，亲像美国、南韩、新加坡都直接减税，安尼嘛会当互民众纾困，或者是加一寡无合理的税制，亲像是印花税、甲网络税等等会当甲废除。毋过减税缺点就是无法度全民共享，高有纳税的人才下用，所以就要配一寡帮助弱势的社福政策，才会当互全民受惠。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日特别补选立委啊，国民党王宏斌要找党主席朱立伦，佮台中市长罗秀燕来求票。民进党的吴怡农是来到国民党市中区的北松山，用车队扫街。针对这个加扣税金安怎运用的议题，吴怡农强调现金补助是大家的期待，希望政府会当照民意来行。王宏斌是批评蔡总统元旦的谈话拢是咧为家己想，根本是咧戏人百姓。台北市立委的补选会伫1月7日举行，选前的一礼拜，国民党王宏斌找哪样的大咖来甲伊助选，还有党主席朱立伦、台中市长罗秀燕做伙来甲伊応援。王宏斌顶一日讲，立委的补选是台北市长选择的演讲赛，伊这个社区的立委若无法度守福调，是会影响蒋万安执政的社区。不会让蒋万安跛脚这个部分，那洪薇姐有什么样的策略吗？就是赢得这一次的选举，1月8号赢得胜选，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民进党吴怡农嘛真拼死伫拼选情，下晡由民进党市议员柯淑华陪伊做伙去深南票仓上山拜票，伊嘛讲过来会有大咖来甲伊辅选，包括副总统赖清德、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拢会甲伊徛台。针对各界关心兴税和人民的代志，总统蔡英文伫元旦演说表示，加扣的税金会优先协助高风险的民众甲产业，暂时无要发现金。因为吴怡农的意见是无共款，伊强调讲现金的补助是社会大众的期待，希望政府会当顺应民意。全民共享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透过现金的补助，那这也是社会大众的期待，这个既简单方便，也节省成本。那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行政部门能够顺应民意，能够回应民意。因为王宏斌伫人民册提出3个质疑，伊批评蔡总统伫元旦的谈话，毋但无想要兴税互人民。嘛毋是好天即雨来娘，伊是咧替伊家己存后步，戏人社会大众。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被认为是上可能代表国民党明年选总统的人选。不过侯友宜无对这件代志表态，强调伊即马也是新北市长。不过侯认为可能和侯友宜组合选总统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伊是认为讲会使考虑。姚凤霞讲，立委江启臣可能互找去参加新北市长的补选。不过江启臣的办公室是否认这个消息。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真罕见伫升旗致辞讲到国际情势，新北市长侯友宜被看作是2024总统结盟人选，全对外无正式表态，暗过传出已经找学者专家建议量化外交政策，弥补伫市政之外不足比前一比真高，那也后路会后下加悬。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我每天努力的把握当下，把新北市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好把它做好。这才是我现在该做的本分跟角色。只要对台湾好，对于人民好，对于各县市好，怎么样的组合都可以谈，都可以考虑。侯友宜对指控之诉有关无表示，独惊互人入来闹炮的形象。罗秀燕是认为应该推出赢组合才是重要。另外，中共党组长赵少康点名党主席朱立伦做立法院长，佮办总统初选被解读是为台底背后。我想他不会杀我吧？我好好做我的党主席。我觉得2024侯卢配还不错。那您是要问侯市长，还是要问卢市长吗？平面媒体也报道，后庭兄规划互新北市竞赛立委江启臣接手，签后者参加市长补选。江启臣甲新北市有缘关，古也是新北市议员老特种在地实力真高。因为江启臣以前都是住在新店嘛，也是新北的女婿，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江启臣办公室声明澄清，特定人士放话绝对不是事实。江启臣无相关规划，也无甲侯市长讨论，且外界唔通乌白有。而控制所专业争取立委连任，当心是伫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有媒体报道讲，行政院建议各方教育爱立伫高中以下教材，幼稚园也爱学习安怎分辨炮火声。有家长和立委拢批评这个提案。行政院是回应讲，这相关的评论是引用错误，提案人唔是要提议幼囡仔会当分辨炮火声，是建议把这个防灾必然的资讯，从而连囡仔也会使理解。演练现场炮声真大声，即马台海局势紧张的时阵，有媒体报道，行政院二环小组进前建议各方教育爱纳入高中以下教材，包括幼儿园，拢爱学晓辨认炮声。太小了吧，社会认知都还没有，就教这个。国防教育应该是蛮重要的，的确可以向下扎根。幼儿园的孩子连识字都可能还有困难的。如果说是从国小开始，或许可以。部分家长赞成各方教育细汉开始教，不过认为幼儿园的囡仔上细汉无必要，就连立委都有批评声音。只会让家长觉得我们的民进党执政党是不是太过于泛政治化，连幼儿园都要污染。国小左右，他们会了解到过去的战争史，才会珍惜现在的民主啦。但是去辨认什么炮弹声啊，我的老天爷是吃饱太闲哦。行政院回应，提案人并无提议爱幼儿园的细汉囡仔会晓熟悉炮声，是建议防灾避难的资讯爱更加好读好捌，无要甲囡仔杀向战争。相关评论引用错误，歪曲提案人的本意，也是义务役役期延长案。进前传出总统府甲国防部长邱国正伫宣布的时间无同，无偌久传出邱国正无要做的消息。蔡总统元旦谈话时阵讲，内阁改组是要稳定政局，开创新局。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再来就是内阁改组。邱国正的动向也是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中央银行成立14届，有贷款买厝的民众大头又搁愈重。内政部暗算讲，要针对干那买一间厝，而且搁咧纳贷款的家庭来提供补贴。另外，平均贷款条例修正案初审通过，就民间的不动产平台发现讲，这确实对房市造成影响，拍炒房是有成效的。央行去年失败成利息，后备少房贷族压力愈来愈大。以30年期1000万贷款来看，利率为失败成利息进前1.375%，到即马已经按2%，一年爱加到36564块。
为减轻民众负担，内政部建议将对一定所得之内，就一间厝而且贷款当中的家户进行房屋贷款定价补贴协助，有些帮助，这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它有补贴，可是你还是买不起啊，所以其实还是蛮遥远的。内政部强调，除了要减轻房贷族交钱压力，也继续办理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对税厝人增加租金补贴的协助。另外，为打炒房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已经在立法院初审通过。有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观察到发现，过去1个月，全台单日卖的厝都增加将近2万件，增加幅度超过7%。其中台中卖压1个月增加7047间上市，桃园1个月增幅也21%，幅度上大。最近房市可能比较面临高档反转的一个状况之下，再加上打炒房，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客在出场的速度似乎有在一个加快的状况，这包含青埔它房价涨幅相当的大，因为地权条例初审过关之后，这些区域的一些投资客的话，近期看起来确实是有开始做一个出脱的情形。陈吉明表示，平均地权条例当中，除了有售厝金转卖以外，也限制司法人买厝，对个投资市场的影响是真大。未来真可能会真紧3读通过，所以伫新法上路进程，算是投资客最后一摆的夺命条。这互一般主题产品或者是有售厝转卖，卖压是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信义商圈经营21档的NEO19商场，风社讲今年开始就要收起来，主要原因是厝主宏泰建设无要阁甲因租啊。有专家就指出，这几档因为疫情生意歹做，厝主就甲大楼改设予办公室来租人，这利润是较好。徛伫台北信义商圈有21年历史的NEO19复合式商场，传讲自今年元旦开始停业。若是谷歌的地图显示永远停业，就连看板就已经拆落啊。信义区整个商圈其实蛮多百货的，就是我觉得NEO19也不会影响到就是其他购物需求，因为它算蛮早的一个在东区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物嘛，那应该是很多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回忆啊。张对民众感慨讲，因少年的回忆将你建立历史。2002年创立的NEO19。是以主题餐厅加健身娱乐为主题的主题式复合式商场，采用店中店的经营模式。不过传出讲厝头家宏泰建设未阁再继续做，和NEO19只好停业。NEO19也伫咧官网发声明证实，伫咧无法度继续做的情形下，自2023年元旦开始退出信义商圈，感谢大家的支持。专家认为，台北信义商圈究竟会得重新洗牌，不排除有部分使用效益比较差的零售空间，未来会转做所谓的商办使用，或者是所谓的共享办公室的这个主题来做设计，作为这个未来的这个过渡方式。苗南改建NEO19原本的地点无连通桥，人流无法度串联的缺点，究竟将做后一个承租业者的考验。因那厝头机也展现经品牌效益较悬的厂商建筑，才能发挥营运据点上大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乌日高铁的中卫区有人行道，和变电箱甲电轨条啊挡甲真歹行路，这又阁引起讨论。民众认为行路的人路权长期拢无互重视，有学者认为讲，这已经是伫相对较新的中卫区，无应该犯这款错误，应该赶紧修正。真A人行道，互一个台电变电箱站咧完全无通过空间，另外一边路顶就安尼插伫人行道中，若要过只好闪过人行道，才做牺牲。这地点伫台中乌日三营路，当地里长讲，亲像安尼的路人穿过关卡至少有7个。坎坷的是，这个是新兴的中卫区。你推婴儿车，你要走到马路上啊，这个电箱设在人行道上。那反正他也没地方放，他就随便一放，不负责任啊。不止人行道设计互人心惊惊，顶个月27才发生一台公车无减速转弯，弄到伫个斑马线的道人造成2死1伤。外国媒体评论台湾交通亲像路人的地价，民众认为路人路权相对弱势。机车不应该会出现在那个人行道上，但是很常就是机车会觉得说，这边是可以骑的，
然后来抢了行人的路权。台中市府表示，乌日高铁中卫区是1999年由内政部交通部甲原台中县府共同办理区段征收，因行道工程由内政部主导，伫2008年完工，目前由建设局管理。最近也邀请各单位现勘愿意刷起电商这设施。本府建设局将尽速邀集维管单位、乌日区公所、交通局、台电公司以及里长等单位现勘检讨，并研议电箱迁移。如果我们连重划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至少人行道的宽度跟净空的要求，那我们旧的都市设计里面呢，那就更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目标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必须要从划区开始做起。今年汉人行道设计15年无人管，交通学者认为新兴中会区是路人路宽指标，政府应该重视甲及时修正规划，中长期应挹注资源成立交通安全志工，全面提升民众互相尊重用路观念。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大溪观音亭有一个使休困的平台，不过平台互检举组违章建筑，互市府封起来。想袂到最近连假竟然有游客走来遮泡茶开讲，市府赶紧去重新围起来，也加强巡逻。规定人招做伙泡茶，有影是真闹热，边仔阁有滚水，互民众自由来入。毋过详细甲看，边仔拢已经炸起来，市府阁插一块危险禁止入去的牌仔。这是台中大溪步道的出名景点观音亭。边仔休息区平台，因为去年无修，有崩塌的危险，但元旦期间有民众继续阁弄入去泡茶。封闭起来没有很，因为你知道民众其实都有抱着那种，应该不会怎样，对啊，那你贴个公告，民众怎么去判断？我是有听说是会有点下线，对，就会有危险。对，都有风险啊。大溪观音平台前年前是热心的山友做伙起造，但去年无修，佮经过9日大地震，进前慢慢互人检举是违建，130平的平台连一支条都无，敢若地下室用18支的钢筋吐掉咧。因为疫情的关系，市府自去年就封起来，无想到讲疫情一个转好，民众佮家己弄入去泡茶，但决定要加强巡查。为了加强维护管理，市政府今天将派员前往，将所有的围篱加强固守，并派员前往巡查。大坑观音亭目前已经在进行基本设计中，预计今年会进场施工。建设局表示，大溪观音亭平台自判定有危险了后，早就封禁。虽然算是施工的工区，但是若有民众硬要走入来，嘛是干来当看到，无法度开发。观音亭即马当咧规划设计，未来兼顾安全甲空间的利用，做改善工程，按算后半年施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保育员郭干人，伊本来是为着研究台湾乌熊，对华人的本轮的族人，行入去深山那内。不过，伊看到原住民怎样用心对待大自然，伊受到感动，也把这寡故事写做册，咱做回来看。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登山这件事情。对我也花了蛮多年的时间，把自己那种非得要登上山顶的那种心态抛弃掉。一步一步慢慢啊行，郭干人跟队族人为2008年加入深山那内。原底是要研究台湾乌熊，这14年来所观察到以前无看见的自然生态，感受到族人对土地的情谊。为着要记录这寡感动，伊就写做这本册，行入本轮的山。看一下学长的研究的历程，去跟他学习山林的知识，包含自然生态跟原住民方面的文化，都对我来说受益良多。伫新册发表会，郭干人分享家己过去爬山的脚步拢上紧。也被浮欣赏美丽的景致，观察动物的行踪，就急要上山顶。当时间参山人来往了后，学到山林智慧甲传统文化，才豆豆成做一个温柔的爬山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开始分享说，哇，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怎样的事情，譬如说打过的猎物的一些故事，或者这里曾经有一些历史意义。透过行入本轮的山这本册，郭干人毋忘用原住民的目光。撮读者明白台湾山岭四季甲人文的差异，提醒大家伫爬山的时会当放慢脚步，感受深山那内万物的变化，顺续思考家己甲土地的关系。快来欣赏风景吧，不要再拍了，真的很漂亮。这个角度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园中乡有一个社区。
去年甲种来一寡老厝的花种图样整理出册，今年好发挥创意，甲花种的图刻伫即个果仔模顶面，印伫红菇果顶悬，这是真有传承文化意义。甲吹好的红菇果芳上道，看起来该好食款。详细甲看，印伫红菇果顶悬的图，竟然拢无共款。一寡印花种同样的红菇果，是云林县中乡西庄社区的创意。算刚刚讲到这侪回了哈，没有用过这个，觉得好像是新的尝试，也觉得说好像我又重新学到一样技术。印起来安尼都袂歹，足水的啊！以前咱印的是迄种红的红菇，今嘛这是几啊行几啊款的啦。西庄社区拢总有106款无共的花种图样，社区甲整理做一本册，介绍每一块花种意思。因为花种有吉祥意义，社区阁找木雕师傅来教时代去做8款无共图样的果模，摕来做红菇果。化妆透过木雕来呈现它更好看。对啊，更有立体性。我们都是让学员自己去挑他们比较喜欢的图案下去刻，这样子比较有意思啊。对啊，因为我们5年前搞了，大家家户户在做红菇粿，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些印有社区图腾还是花砖的这些规模做成红菇粿，然后分送给大家这样子。社区配合庄内迎5年千岁的庙会活动，甲做好红菇粿分送给乡亲，嘛希望透过木雕的方式，甲社区的花种特色保存落来。发展创新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吉林省的查干湖，即马当是冬天掠鱼的时阵，当地渔民用马仔洗玲珑的传统手法，伫结冰的湖面落空游网仔，一届就会使获几万公斤的鱼仔。真侪游客拢走来看，顺续来抢上届青的鱼仔。渔民牵马来已经结冰的湖面准备掠鱼，你无看唔到的，吉林省查干湖的擦冰掠鱼季进前闹热举行，当地民众用马、洗玲珑、游甲盘、加冰下的网仔游起来。当年12月底，有420平方公里宽的查干湖，湖面完全结冰，冰层有50公分高。渔民利用蒙古族留来的传统掠鱼法，先擦冰放网仔，民众到尾啊全部走伫出网仔口，都静候欣赏活跳跳的鱼仔跳出湖面。就是这个渔网特别大，而且这一次一次在拽网这个过程中特别好，你知道吗？就上鱼那感觉特别幸福，就特收获满满那种感觉似的。这项擦冰掠鱼活动，听讲伫辽金时期就已经有啊，离即马差不多有上千年的历史。伫正式放网进前，民众先举办总团佛教的祭祀仪式，祈求喜喜大丰收。五彩缤纷的旗仔甲婚宴也变作活动的焦点，吸引各地游客来这共同参与。收成今年还算比较好，产量已经达到了150万斤吧。民众看介意倒一尾，当现场买转去。一个女士讲真满意，这个活动要进行1个月。虽然已经进入寒冬的查干湖，温度伫零下10外至20外度，不过闹热的擦冰掠鱼活动，让现场规个热起来。民众也期待新年会当年年有余。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和南风混合影响，明仔载北部、东北部会变更较湿淡，阁有冷，阁较冷，水汽会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阁有恒春半岛会落局部阵雨。基隆北海岸阁有东北部和大台北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因那中南部和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好天，嘛是有机会落阵雨。预估到拜3、拜4，东北季风会暂时减弱，西半部有机会出日。不过到拜5又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会来变天。未来3日的气象安怎变化？咱做伙来看气温资料。基隆到新竹是16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是15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是16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是16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0度到19度。接下来，咱来看未来3日的气象。
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桥，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个再会。